如何爭取？試一口拒絕到底有沒有罪？重複的自問，還是覺得等一等死不去。能耐耗直到幾多歲？留住笑面結果將裡面粉碎。再怪原生家庭滿不幸，我未能圈出界線，可怎麼不分？任何事亦太傷心，太着緊。誰會喜歡聽我吐苦水？想要的如何爭取？試一口拒絕到底有沒有罪？重複回頭又覺得不說更加乾脆，能耐耗直到多麼氣餒，留住笑面偏偏一切沒興趣，為了可以留住身邊的人，和平到懷疑着人生。來到這種感覺太唏噓，面見的自己也開始想潑冷水，唯一的願望提示我不要活成自己討厭的模樣，無論什麼不對，忘掉心底總有暖風吹。不要哭，為何不溫柔死去？來苦心自問，仍能如孩子笑着睡，能量已盡毫不反對，期望有份美好不會失去。希望呢，每一位嘅你哋啦，都不會活成自己討厭的模樣。多謝你哋，收到晒，我哋再